來關心天氣的消息，目前這水氣呢已經大大減少啊。氣象署是表示講，7月初1，也就是拜三開始是會連續一個禮拜，攏有可能會出現36度以上的高溫。因為這季度嘛有可能會落刮西北風，所以提醒民眾出門都要會記得紮雨傘。頂禮拜受到風颱比克拉外圍環流的影響，有不少所在攏傳出災情。氣象署表示，接落來的天氣會愈來愈熱。這禮拜因為風面向北邊行散，氣溫會開始回升，各地攏是一個到真燒熱的好天。對7月初1，也就是拜三開始，連續一禮拜的高溫攏有可能超過36度，紫外線也會超標，民眾出門就要防曬加啉水，才袂著霜。今天的話，普遍是32到34度，局部特別是中南部的近山區可能會來到35、36度。而在明天，也就是週二，一直到未來的一整週，普遍溫度大概是32到35度左右。那特別是大台北盆地、中南部的近山區及花東縱谷，局部溫度也來到36度左右。天氣變燒熱，對流雲系發展較旺。氣象署禮拜一早起，就針對15個縣市發布大雨特報。愛說離過渡了後的西北風，也若這禮拜各地過渡了後，也可能會落盡雨，也是雷公雨。今天的話，水汽比較多，在恆春半島跟東南部就已經有短暫雷陣雨的出現。那對於其他地方，白天都是多雲到晴，預估午後對流發展旺盛，特別是台南以北地區、宜蘭花蓮地區及各個山區，可能會有局部短暫雷陣雨。尤其是台南以北這個局部雨勢仍然較明顯，可能會有大雨或短延時的豪雨出現。氣象署提醒，受太平洋高壓漸漸增強的影響，台灣這禮拜會真做熱人的天氣。氣象署拜一也有發布高溫的資訊，彰化、台南可能會有36度以上的高溫。另外，目前在關島的東邊、到菲律賓東邊、到南海的附近，攏有熱帶的擾動在發展，敢會變作風颱，愛擱觀察。記者郭友基、小桂林台北報道。